科訊系統有限公司成立於2000年，是香港信息及通訊科技界領先的系統集成商之一，提供全面的會議室方案、顯示器產品及創新科技，客戶群遍佈政府部門、大中小學及各大商業機構。自2009年起，科訊開始代理不同牌子的產品，在市場上的角色逐步轉型，並於2011年獲授予為華為視訊會議香港總代理。除產品經銷，科訊同時為客戶提供一條龍的增值服務，與華為共同協力推動香港視訊會議產業的發展。大家好，我係 Gary Fu， 係 TechVision System Limited 嘅代表。我哋公司今年正好成立咗10週年。喺過去10年裏邊，我哋致力於 ICT 嘅發展。ICT 係包括咗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啦。咁裏邊我哋亦都全力去發展呢個 Display 嘅 Solution、Video Conference 嘅 Solution 同埋 Creative 嘅 Solution。我哋喺呢10年裏邊咧，喺2008至到2009年度，我哋攞到香港政府ICT Award 嘅銀獎。同年，我哋喺大埔嘅科學園，亦都開設咗一個 R&D 嘅 Centre。至於我哋 R&D Centre 咧，其實係全力做一個 Digital Signage 嘅研發，同埋做一啲 Creative Solution 嘅研發，供應俾市場有需要嘅客戶。直至到去年底，我哋同華為技術投資有限公司合作，亦都正式簽訂成為港澳區嘅代理。除咗我哋代理華為嘅產品之外，我哋亦都提供咗好大量嘅技術支援俾我哋嘅分銷商，等我哋嘅分銷商可以更加透徹了解華為產品佢哋嗰個特性。亦喺同時間，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好大力嘅推廣，喺華為產品度用各種形式去推廣呢個產品喺個市場嗰度。咁我哋喺過去1年咧都非常之開心，可以同華為做到一個緊密合作之餘，亦都做到好多共贏嘅機會。例如我哋亦都做咗一啲大家比較熟悉嘅公司嘅 project， 例如中國銀行啦、永隆銀行啦，同埋利豐集團啊咁樣。喺過去1年，喺我方感覺同華為嘅合作，同埋大家攞得雙贏嘅機會，我哋係非常之高興。所以我哋展望嚟年，亦都希望可以同華為公司作進一步嘅合作，因為華為公司亦都有好多不同 ICT 產品，例如 IPT、IPCC。我哋而家正在亦都同華為商討緊我哋嚟年嗰個合作嘅方案，希望可以喺香港 SME market 裏邊可以大展拳腳。